耳根經點心，Hello，我係麥 Sir。我今日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長嘅英文字。好多學生見到呢類字咧，都會有一個反應就係：哇，啲字咁長，點記啊？咁你今日咧，我就試下分析呢啲字。Civilization、industrialization、commercialization 呢類字咧，長到好得人驚，令到好多學英文嘅人咧都望而生畏。不過其實佢哋咧都係跟一啲好有規律嘅轉換而成嘅，根本就唔使擔心佢哋。明白到呢啲轉換嘅規律之後咧，根本咧記憶咧係唔花氣力嘅。呢類字咧開始主要都係一個形容詞嚟嘅，喺形容詞之後再加上 ise 就變咗個乜乜化嘅動詞啦，例如工業化、商業化、現代化等等都可以咁樣變成嘅。再加上 ised 就變成形容詞咯，即係話呢個過程咧已經完結咗的。譬如一個現代化的城市咧，就有一個 modernized city。而呢個咩化嘅過程咧，我哋就會變成一個名詞，就係咩 isation。好啦，咁好似好抽象，我哋睇下啲實際例子。嗱，以下咧就係一啲字嘅根啊，我哋叫做譬如話 civil 文明、fertile 肥沃或者有生殖能力嘅 real 真實、commercial 係從 commerce 商業變出嚟嘅，就變咗商業的 commercial，and industry 工業而變出嚟嘅就係 industrial，即係個工業的 modern 現代的 special 專門特別嘅。咁呢啲全部咧都係形容詞。好啦，將佢全部加咗 ise 或者 ise 之後咧，就變咗個動詞咯，變咗 civilize、fertilize、realize、commercialize、industrialize、modernize、specialize，再加個 ed 就變成形容詞噶啦，再長咗啲 civilized、fertilized、realized、commercialized、industrialized、modernized、specialized， 咁啲字咧已經變得長咗好多噶啦，再變長啲就變咗呢個，譬如 commercialization 17個字母嘅一個英文字，就係咁樣變成噶啦，唔使擔心，全部嘅變化咧都係規律化嘅，都係加 isation 或者 isation 就係 isation， 一定係發音都係規律化嘅。civilization、fertilization、realization、commercialization、industrialization、modernization、specialization， 即係話我哋只係要記住呢啲字根，加上呢啲變化嘅規律，就全部呢啲字咧咁長嘅都唔成問題噶啦。好啦，我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。See you next time.